用台语学汉语第42集。若坐高铁经过桃园地区往台湾海峡的方向看过去，有人问讲：有真侪看起来亲像行的物件，迄是啥呢？这就是币仔。我较介意写即字币，就是中文讲的祠堂。祠为何安尼写？堂为何安尼写？也知，反正有文献，反正有儿歌安尼唱。遮有一口娘厝大碑，碑的计算单位是口。来到这口娘厝大碑，有10几甲大的大碑。某一日，和舅公约要看土地，见面的地点约伫娘厝大碑的风头相等。时间到，看无舅公的人，敲电话问舅公：“你人一地？”舅公回答：“你这个囡仔哪会安尼？毋是甲你约咧风头，搁咧问一地？安尼大家有了解无？有黑人问号无？有需要提醒风头伫倒无？桃园地区4月至9月吹西南风，10月至过年3月透东北风。即马是6月冬，风头是指倒一位呢？莫怀疑，风头永远就是指即位。不管365天倒一天，娘厝大碑的风头永远就是讲即个所在。也毋过迄落足多马地吼，莫阁讲啊，遮就是风头。若还有问题，毋是找无舅公，就是等候舅公骂，如此而已。风头相等，即世人毋知阁有机会听到安尼的讲法无？特别做即集献予呾当家的舅公，心内也咧想啊，舅公的话就听毋捌啊。3000年前人的想法，咱正经了解因啊。